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3公司台记台早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美方百货公司90万客户甲一寡供应商的资料外流，互放伫网络底卖，美方有接到威胁讨钱的批已经报案。大学学测成绩今仔公布，今年晚结婚的人数比去年增加600个人，外界预估代代亲代爱50日结婚才有机会。英国针对1礼拜休困3天做研究，发现员工的身体会较健康，公司营收嘛颠倒增加。新闻一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14083例本土病例，有37个人染病死亡。另外，防疫规定已经放零，指挥中心嘛建议讲，一个人一档爱注一档的疫苗。头一波注射的规划是对3月7日开始，对象是个毋捌注过疫苗，还是毋捌注过会当预防 BA.4、BA.5 病毒疫苗的民众。来听指挥中心第部上届新的说明。今天的本土病例是14083例，那境外入304例，死亡个案是37位哦。2月27号开始呢，就调整为注明每周1次，工作人员的话则是免定期快筛，然后改成有症状的时候才需要进行快筛。各类社区式机构从2月27号开始呢，就取消他们的服务对象跟工作人员需要每周快筛这样的一个规定。完全都还没打过任何一剂疫苗的。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基础剂也都还没有完成的。那这些我们是有提供 Novavax 单价的莫德纳，还有 BNT 追加剂的部分。那满6岁以上的这个民众，那我们有提供莫德纳 BA.4.5 的这个次世代疫苗，或者是 Novavax 这2种疫苗来做选择。那这个整个实施的日期是从112年3月6号到4月30号。如果您在1月、2月已经打过了这个 BA.5 次世代疫苗的话，您不需要在3、4月的时候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们已经会把你的这个打过的1剂列记做我们1年要打1剂或2剂这样的一个年度建议的。防疫放零，特别达到恢复正常的生活咯。卫生福利部的专家顾问李秉颖是指出讲，新冠病毒会永远留伫地球，无法度完全消灭，大家人这世人应该拢会活着。伊建议指挥中心推动全民注疫苗，就亲像流感疫苗同款，一个人一档注一档来加强群体保护，高风险的族群一档注2档。新冠本土疫情稳定下降，不过台大感染科医师也是卫福部 ACIP 召集人李秉颖指出，新冠病毒会永远留在地球未消灭，而且每一人一世人都应该得到。建议指挥中心推动全民注疫苗，都亲像流感同款，每一个人每年注1剂，加强群体保护。是希望大家能够接种次世代疫苗，因为它比较符合现在的变异株。另外是我们希望所有的那个人至少都能再补强1次，不管你以前接种过疫苗还几剂，或者是没有接种疫苗。李秉颖表示，新冠病毒已经转做高度流行，不过还未到感冒化，也无完全轻症化，所以无论是过去注了1剂疫苗，今年都还阁注1剂次世代疫苗。根据指挥中心统计，有约有54.5万名65岁以上的老人，连1剂疫苗拢无注过。所以有专家建议，高风险族群应该每年爱注2剂，因为他们染疫风险大，然后不小心感染之后，其实他死亡率也比较高啊，然后像目前又有人批评说台湾的死亡率过高嘛，对不对？等等，那这样，所以可能如果最简便的方式，其实真的还是打疫苗。因为催安政策第2阶段已经放零，除了医疗机构甲大众运输，其他室内外所在拢用免挂催安。校园是3月7日，室内催安零解封，专家提醒，若无注疫苗，若感染新冠病毒，高风险族群就有可能会并发重症或者是死亡。记者综合报道。早起，行政院长陈建仁举行上任后头一场记者会，说明特别预算中超顶的税收3800亿的规划，除了一个人发6000块的现金嘛会补助劳健保加台灯，剩的部分会加强照顾弱势、强化社会佮经济各层面的需要。立法院223读通过疫后特别条例，行政院早起召开记者会，说明预算编列方式。下晡各部会嘛会针对预算政策的规划进一步来说明。希望立法院在我们预算案送出以后，能够尽早通过，让大家早一点领到这一个每一个人的6000块现金，还有让所有的中小企业、还有中低收入户、还有弱势者，包括通勤族、学贷族、房贷族，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
行政院表示，超中税收内底3800亿，主要规划3大方向。除了发现金6000块，用伫路健保甲台电，剩下部分会强化经济甲社会韧性，包括居住、通勤、照顾弱势、扩大吸引国际观光客等8大面向。所以我们也特别挹注了台电资源有500亿，再加上我们编列的1500亿的增资，2000亿的这个经费，然后希望呢这样的方式呢，可以使电费呢维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这都是希望能够稳定民生物价。补发现金6000元的部分1417亿，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今天院会通过了预算，在立法院能够这个赶快审，赶快发。那我们也会准备多元的发放方式，让大家方便领。主计总处指出，这届特别预算案编的3800亿内底，在预备金的方面编13亿，支付特别预算期间各项工课临时的需要。因那这届特别预算虽然成编机制2000亿，不过旧年度总决算经过审计部审定了后，会以年度剩的部分来运用，未增加机制。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今仔通过通勤通客公共运输票证方案，针对北基桃、中中豆苗、人高平等3大生活圈发行交通月票，按算要补助3档。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表示肯定，嘛向中央建议讲，月票会当扩大到中台湾符合地理平台的8个县市，因为中南部生活圈的公共运输比北部较少。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会透过专案来加强需要公共运输路网的县市。交通部推动电交通月票编列200亿预算，行政院23确定通过通勤通客公共运输票证方案，针对北基桃、中中豆苗、南高平等3大生活圈发行交通月票，目前规划补助执行3年，以北基桃月票为例，用单一定价。月票大约是1200块，会当坐公车、客运、捷运代替甲公共自行车。其他的县市，我们像是宜兰啦，或者是新竹啦，或者是这一个花莲跟台东，我们也会有相对的补助。北基桃大家知道就是1200块的月票，这个大部分都这已经有共识了哈。那中彰、鸵鸟还有南高屏哈，他们事实上都提出他的方案了哈。另外，中中豆苗、南高平的月票有价开分城际通勤、都市内通勤2种月票。台中市长罗秀燕多管齐成，也向中央建议，将月票扩大到中台湾符合地理平台的8县市。那如果说是扩大的话，那也希望中央能够协助。那这部分呢，王国才部长表示说，他会乐观其成。针对中南部生活圈的公共运输比北部少，大众交通运输使用率偏低，要得到民众的喜喜，一定要增加坐车的条件。民进党立委柯志杰表示，火车是重要大众运输，会提议将代替搭地月票。另外，新竹市新竹县提出特方案，宜兰也有方案。那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是联手提出分加月票，唔望得到中央的补助。反而希望可以争取更多的类似客运或者是接驳车这样硬体的东西要多一点，所以现在就讲月票有一点就是还不会飞还不会走路就想要飞蔡英文认为，嘉义即马上重要的不是月票补助，而是提升硬体、增加客运的数量帮助。对此，陈建仁表示，会透过专案加强需要公共运输网络的县市，也会看事办事，维护通勤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秘鲁总统惠树林昨暗甲秘鲁的副总统飞来台湾，也毋过即抓秘鲁的总统只会伫台湾停几点钟尔，所来到的转机飞去斐济。惠树林总统嘛宣传6月7日秘鲁要举行国际马拉松的活动，嘛邀请台湾民众去参加哦。秘鲁的副总统会继续留伫台湾，安排5天的访问行程。Palau is open to tourism. We have many people visiting Palau to enjoy the sunshine, enjoy the sea, enjoy our culture, and we want to further expand and come and enjoy and run and exercise and participate in an internationally rated marathon that we hope to.
会树林表示讲，因为帛琉是头一届要办国际马拉松的比赛，所以帛琉观光部长顶人前一站嘛专工去金门观摩马拉松的比赛，嘛邀请台湾民众去参加哦。帛琉的副总统伫下晡嘛会出席外交部举办的帛琉国际马拉松的记者会来做宣传。再来看台湾美国的歌展，利益伫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的总部举行国安会谈，也毋过会后并无公布相关的内容。今仔有媒体问美国国务卿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也毋过伊嘛无正面回应，只强调讲美国有定期甲台湾往来，未来嘛会继续。另外，众议院新成立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嘛，正是讲伊伫顶礼拜私底下有来台湾访问。台美国安歌展利益伫 AIT 总部进行约7点钟的会谈，也毋过并无透露相关的内容。与会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甲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加登刚面对媒体询问，康达无正面回应，只表示美国定期甲台湾来往，未来也会继续安尼做，强调会继续履行对台的约束。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have a robust but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And as part of that, there is freque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both sides that happens on a daily basis. Don't have any comment beyond that. Fulfill our commitment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ncluding providing Taiwan with the defensive articles it needs to defend itself. 康达也再次表示，维持台海和平甲稳定是美国未来政策的重心。这个时阵，邮报报道，担任众议院新成立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的盖拉格，顶礼拜六离访台湾觐见总统蔡英文，也透露众议议长麦卡锡可能伫2024年初台湾大选了后访问台湾。盖拉格也伫推特亲自正式访台，和表态挺台湾。President Tsai of Taiwan said she wakes up every day trying to increase the cost of a CCP invasion. That's what we need to help her do. 我们一向欢迎美国国会议员来访，展现对台湾的支持。盖拉格也拍算带领跨党派国会团访问台湾，也毋过目前也无正式计划。另外，2023年 APEC 由美国主办，组织官员莫瑞对媒体表示，美国将台湾看作是 APEC 正式成员，地位甲其他的会员国共款，也会确保包括台湾在内所有的经济体会当充分参与，显示台美关系密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8委员会今仔进行调集委员的选举，民众党甲民进党合作，最后民进党是摕到9席的调位，国民党6席，民众党1席。因为行政院已经甲疫情后特别预算案送立法院了，财政委员会新任的调集委员林楚英甲拿赢的调集委员罗明才嘛拢强调讲会赶紧来处理。罗明才佮讲哦，伊会争取对6000块增加到1万块。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会议的议程呢，已经进行完毕。民进党立委林楚英、国民党立委罗明才握手致辞，两人拢选调财政委员会调会，因为政院要提关系破坏现金的疫后特别预算案，送立法院审议。到时阵会由财委会主审联席委员会。按算轮是着审判特别预算的调会，林楚英讲会赶紧处理，互钱赶紧发到民众手头。只要在行政院送进立法院之后，那么经过了院会的一读之后，我们财政委员会应该就会立刻来召集联席会议来进行实质审查，希望让这个普发现金能够尽速的通过。财委会按算将特别预算案伫3月7日摆审，国民党调会罗明才也讲，到时阵会优先处理，啊，不过会努力互破坏现金增加到1万。莫忘世上苦人多啊，大家嗷嗷待哺人很多啊。本来是想说一个人可以1万，我们现在继续在努力的哈。那如果至少说6000的话，也是不无小补了哈。国民党团讲特别预算案，议员将重点放伫个严审执行适用项目，要求明定被补助项目细项内容甲金额。8个详细委员会各设有2席调会，这个会期有6个委员会调会拢是由哪力各摕1席。教育甲文化委员会是由民进党1席，民众党1席；社会福利甲卫生环境委员会2席调会，拢是由民进党得到。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有媒体报道指出，讲去年底花莲县议会议长选举进程，有乌道甲无党籍议员周俊玉要押走，检调伫昨午传唤约谈议长张俊，也毋过张俊是表示讲，伊是因为其他案件互约谈，嘛讲背后是有人故意的抹黑。地检署是表示讲，有接到乌道介入花莲议长选举的检举，目前嘛已经在侦办咯。花莲县调站大门口，日有媒体翕到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被约谈。报道讲是因为一件撤占国有山坡地案件，佮标出去年11月2日议长投票时阵，有一位无党籍县议员周俊佑，佮被乌道软禁伫饭店4天，暗时检调也安尼约谈张俊。我们所知道的是，李正文议员以及周俊佑议员被人家带走，甚至连手机都被控制。那为什么弄到后面变成是好像是影射我把这个周俊佑押走？11月2日，议长投票时阵，伫进行第2轮投票，周俊佑一度拍伫个道顶，议长候选人吴东升高向前按打即马线，放下伊投票进程互乌道控制。另外，还有一个国民党籍的议员李正文也传出选战消息，不过两人拢否认。我真的不想在于我抚慰相在吵架的时候，我不想介入。那可是因为现在目前这个事情烧到台面上，还有影射到我这边的话，可是我说老实话，完全没有这个事情啊。完全是我自己最主动的自己去做这个避开，我连我自己家里人我都没有在做联络，也就希望能够切断所有的联系。花莲地检署表示，确实伫2月接到检举，乌道介入花莲县议长选举，目前已经分案指派专职检察官侦办。另外，县调站2日约谈张俊的部分，甲议长选举无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个月初，有一个查某人伫台北捷运坐电梯的时，发现讲有人在偷袭，佮摸伊的大腿，伊随着去报案。警方对早发现讲是一个40岁查甫人，已经甲伊以涉嫌妨害秘密罪送地检署侦办。捷运警察队是统计最近的一档这款案件都有超过60件。有一个穿短裙的查某囡仔搭电扶梯，后壁徛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伊感觉哪像有人去夹着伊的大腿。发现哪像无啥对同，回头看一个了后，愈想愈惊吓，随去报警察。迄天拄好是台北电会期间，捷运有经历改变，查某囡仔赶紧去报案。嫌犯可能是惊代志会曝光，所以踮伫现场，闭伫遐观察这个查某囡仔，甲警察讲啥。这个嫌犯他到场以后，并没有进站搭乘捷运，而是在附近徘徊了大概有10几20分钟，然后在寻找合适的被害人，然后加以偷拍。这个40岁姓黄的上班族，警方发现讲，伊毋是临时想要犯案的，伊早就伫个市府捷运站遐伫遐乱踅。迄天暗时9点外，伊看到一个查某囡仔穿短裙，所以甲偷袭。本来就是讲袂去互撞到，毋过因为手机离了伤晚，去卡到迄个查某囡仔的大腿。目前专案以妨害秘密、性骚扰防治法函上侦办。他认为他会被抓，看小心心理，扣在裤子上有所谓的享受，偷偷摸摸，人家不知道，他得到战利品，他得到心里面的满足跟那个需求的一个刺激。为警方的统计来看，故是最近这1年妨害秘密的案件，统计有61件。不过明明知影偷袭就是唔对，是安怎阁要犯案的？学者分析，这个人清在就是讲袂去互抓到。不过无论是一时好奇，或者是其他的理由，拢恐惊真恶闪过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丰百货公司客户的资料外流，90万用户的个资、供应商的资料，拢互骇客放伫网络伫卖。美丰接到威胁讨钱的批，就报案咯。虽然内部已经更新系统，也毋过因为客户的资料已经外流，嘛救袂倒来，所以提醒会员就要直接改密码来保障资料的安全。人员来回摒扫伫开店进前，佫一摆进行全馆清洁。本土百货业者威丰集团伫全台经营5间百货4个美食商场，会员应用威丰 App 立即消费点数。毋过集团最近收到卡邮批，表明已经得手威丰资料库90万用户个资发票订单，也有供应商资料，要求付赎金。集团已经报警处理。一般来说，就是大品牌我们会比较安心嘛，信用卡也是，对啊，这些都是对啊，当然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会有一点，就是那以后是大品牌也都不太能相信这样，就尽量不要在外面留下自己的个资这样，对不对？
如果有些 App 需要各自的话，有时候就不会想要办这样。微风集团发出声明，受到网络卡游戏第一时间马上启动损害机制。内部治安团队已经完成软体甲作业系统更新，提悬治安防护站。对有骇客网站录取微风资料库，也呼吁民众各自唔通转传散布，避免触犯。治安专家建议，企业应将企业内部资料甲顾客资料库件分别设防火墙，降低风险。重要的核心系统跟一般的这个人员的这个办公的系统，那做一个隔离，而且你不能够随便连进去改程式。那在目前一些中小企业或者是一些电商公司，那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相对欠缺。专家也提醒民众，发生资料外泄的第一时间，业者拢会发信息要求会员改密码，这时阵就要警觉。万一接到是不明的电话，影响点头查证或者是卡反诈骗专线，避免受骗。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公布去年的月薪是比前一档减少0.05%，嘛是最近10档减少上侪一档。人力银行嘛指出讲，伫访问中有54.3%的上班族是月光族，因逐个月薪水拢开了，甚至有超过1/6根本无够用。所以上班族兼差搁做第二份头路的人，嘛比以前进前增加15%。详细解说选粉底机卡，佮加如何化妆会较自然。伊是26岁粉儿，本质是建设公司的助理，甲一个朋友斗阵兼职做彩妆师，希望伫2份头路之下，延赶紧欠到第一桶金，拼买厝。我原本的薪水是3万块，然后呢，我像兼差的收入的话，差不多1万5。也有这位连锁店业务林先生，因为要负担厝税甲校庆费，下班了后各兼3项头路来减轻负担。卖场的销售时候会去一些大型的促销活动，穿玩偶装去拍广告，都可以增加大概1万多块。进前主计总处公布，2021年全年每人每个月经常性薪水平均付44417块。在新冠疫情甲俄乌战争的影响之下，实际经常性薪水比2021年倒退0.15%，创10年来上大减的幅度。人力银行表示，有54.3%的受访上班族被迫正做月工作，其中甚至有16.7%每个月拢无够用。主要开销占上侪是生活费63.8%，过来是房贷31.2%，加厝税17.6%。虽然政府调起基本工资，也进行房贷补助，不过大部分的劳工是拢无感觉。社会的薪资结构是长期停滞的状态，即便是基本薪资调涨，感受上也不会太明显。3万元是一次性的请领，也就没有其他的补助了。那对于无壳蝸牛来说，更没有感觉了。因此呢，大家就开始想要找寻兼差的机会。人力银行表示，根据主计总处所公布今年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仍发现，民生补助年起的幅度有5.9%，加上国内薪水长期价卖不振，进一步互减值比例比疫情增加15%。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就是2礼拜4天的连假，台中市政府指出讲，古关温泉区的旅馆订房率大概有90%，嘛有卖这个饭店已经客满了。观光业的景气敢是开好了？有业者是认为讲，爱阁观察到第4季。房务员当日无用整理房间，防疫解禁了后，台中的观光旅馆业订房的比率继续在增加。这礼拜6礼拜是218、4天的连假，台中的丽虹爱美酒店前3天拢已经订满，第4天毛70%。疫情转好，大部分的所在拢免阁挂催压，业者欢喜迎接各类的人订，若消费者是咧怨叹订无房间。蛮早就开始订廉价的房间的，应该说去年就先订好了。后来就是要帮朋友再继续订的时候，就有点订不到房间了，所以我们就是订不同的饭店这样子。228廉价的部分，因为有4天的长假，那再加上因为天气不错，又有一些像樱花开啊之类的，那所以我们目前的住房率是前3天已经目前是客满的状况。早起9点，餐厅的人也袂少。
台中大家老爷行路伫28连假前3天嘛是拢互订满，上尾一天嘛有65%。业者认为，经过疫情了后，就算讲即阵已经看到市场复苏现象，不过旅馆业敢真是开复好光景啊，就要等到今年第4季才会当判断。目前对整体市场的评估更宽较保守。我们认为今年度这样子一个热度呢，至少应该还能维持到今年的夏天的暑假期间。但是如果说在第4季的时候的经贸发展的各方面，如果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如疫情之前的这么样蓬勃的话，其实我们相对于是趋近于保守的。连假后，中视3月份举办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观旅局规划主题游程，并会诊65家旅宿业者住宿及餐饮的优惠专案，持续引客来台中。旅馆业者是一半欢喜一半烦恼，欢喜迎接各路的商机，不过嘛当咧想办法解决欠工的问题。按照台中市府是强调讲，连假了后3月，阁有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会规划主题旅游行程，嘛会整理65间旅馆业者的优惠措施，希望会当延长这波商机。记者尤明峰、平焕群台中报道。台北市联合病院仁爱医区的病房助理，今仔甲工会伫病院的大门口抗议，因讲病院的骹手无够，一个病房助理就爱照顾20个病人，真过劳。也毋过病院是表示讲，这毋是事实。我们的病房助理没有办法在病房以内做事情，他们必须要1层楼不同栋、不同楼层，从早上忙到晚上，没有时间喝水。很多人都是挂着点滴，很多人都是流着血尿。讲甲目屎4人随加站的病房助理控诉，讲长期骹手无够，除了原本的工课以外，因阁常常爱顶起来做看护、送病历。工会批评台北市联合病院对外讲照护比例是1:5，毋过助理需要轮班。正确来讲，上案的时阵已经来到1:20，要求院方赶紧找人，嘛爱甲主管机关制定病房助理的照护比例，去计算一整个单位的需求总量之后，再去决定需要聘请多少的照护员来照顾这整个病房的病人。我们也希望政府要制定照护比的上限，这样子才可以避免照护员的工作被无限制的增加，也维持照护员的照护品质。针对劳方的诉求，台北市联合病院表示，进前因为疫情关系，病院骹手的确有减少，不过即马已经有咧招募人才，嘛有甲病房助理开会讨论，若有问题会当过来参详。我们内部也进行工作量的调整，以缩减病房助理的照护床位数。我们去年大概有招募7、8位的病房助理。院方强调有补人力，不过针对制定病房助理照护比例的问题，目前也无正面的回应。记者麦上英正准由台北报道。明仔载2月24，乌俄战争满1冬，全国废核行动平台今仔早起伫总统府的头前开记者会，呼吁各界要爱重视核安的问题。伊嘛指出讲，去年伫核三厂的演习，并无看到有提出提悬安全防护的办法咯。也毋过，岳林辉是强调讲，去年已经有甲战争的因素纳入演习咯。反对核威胁。反对核威胁，声援乌克兰。罗西亚侵略乌克兰要满1年啊！全国废核行动平台23起到开刀，一话声援乌克兰，除了谴责罗西亚几若届攻击核电厂，互全球面临核灾的风险，嘛提醒台湾就要警觉。核电厂在地缘政治的冲突中是无法幸免于难的，在这里我们要呼吁的就是。不应该再让核电变成战争风险上的标的。民间团体表示，去年8月乌克兰气象局甲核电公司的核灾模拟显示，若受到攻击的核电厂爆炸，会污染半个欧洲。同款受到战争威胁的台湾，去年虽然伫核三厂进行核安的演习，不过敢若进行消防救灾演练，却无针对外来的攻击。研究要安怎提升防护？大家去看核电厂的防护，通常都是聚焦在所谓的反应炉的建筑上，这些周边设施它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防范所谓的不管是战争或是意外的一些侵袭，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彻底的去进行检视的。关林会是表示讲，核电厂的设计本地就有微组体防范相关的灾害，去年嘛有针对炮击顶机上的状况来应用。记者陈文婷、曲凯台北采访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昨美国的北部甲中西部发生暴风雪，造成加州停电，公路嘛封起来，有超过3500个航班取消。伫北达科他州甚至预测讲可能会出现零下46度的低温。也毋过伫佛罗里达州却出现创纪录的高温。大风雪甲强风侵袭亚利桑那州部分地区甲新墨西哥州，两个州之间有322公里的公路封起来，几落千号失电，因为风速1点钟80公里，国际机场取消甲额外航班超过100航班。美国国家气象局讲，亚利桑那州北部海拔1500公尺以上，23早起有报雪有30公分深。北达科他州23的温度可能会降到摄氏零下29度，24会搁再降到零下32度。有气象专家认为，甚至有可能会出现零下46度的极端低温。南达科他州苏布市雪1度，涂骹的雪有43公分深，风速1点钟72公里，温度零下5度。Our plow operators have been out since yesterday, likely be working through Sunday. Unless you legitimately have a need to be out traveling, to stay home, not worth the risk to yourself. 风雪一个月落几落工。昨晚已经伫咧加州造成失电，国际机场关闭，22早起有上千航班取消，并且伫包括新英格兰在内东部地区落雪佮落雨。当局已经警告驾驶人要注意落雪佮骨。马里兰州的电火条啊，甲路边的树啊倒去，互冰雪砍掉去，可能会伫咧22暗甲23早起停电。不过伫美国其他地区像大西洋沿岸中部几落个州，一直往南到佛州，气象预报讲可能会出现创纪录的高温。这么才2个就袂输敢若4个遐热。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法国一个高中生伫昨摕刀啊冲入去教室，佮甲大门锁起来，杀死上课的老师。嫌犯已经互警方抓起来，初步了解，这个嫌犯可能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法国西南部连接西班牙的小镇圣让德吕兹，这间一向平静的校园内，日日发生老师伫课堂上互活活毒死的惊人事件，引起真大的风波。由于凶嫌是一名只有16岁青少年，周围看到的人表示，并无熟悉这名学生，平常只是同齐上西班牙文课。这名学生甲老师伫课堂上并无任何过节，也是其他的问题。Les élèves de la classe de seconde qui ont assisté à l'agression, de même que les élèves des 2 autres classes de seconde, soit en tout environ 90 élèves, sont pris en charge depuis ce matin par une cellule psychologique. 法国政府官员私底下表示，根据警方提供的第一手信息，这名凶嫌有严重的精神问题，目前无现象显示命案甲恐怖攻击有关系。案发迄一天，凶嫌拿大约10公分的刀仔，行入教室，佮将门锁起来，以刀仔独享。伊当时当咧上课，50多岁西班牙文查某老师的刑砍。根据法国媒体引用一名消息人士的讲法，凶嫌犯案了后，甲另外一名教师讲，有一个声音叫伊安尼做。嫌犯无犯罪证据，已经获警方逮捕。Cette enquête est qualifiée d'assassinat, c'est-à-dire de meurtre avec préméditation. 法国总统马克宏日伫推特发文，向遇害的教师表示哀悼。伫法国类似的校园攻击事件并无连环，过去40年大约有10多件。也毋过教师的人身安全问题哪来引起关注？圣让德吕兹顶一摆发生校园致命攻击案，是伫2020年10月，迄当时47岁历史教师塞缪帕蒂，互一名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当街斩首，互全球惊吓。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今年的英国伦敦时装周日益结束，乌克兰的时装设计师嘛伫这个舞台发表上新的设计作品，有3个来自乌克兰的设计师，因最后嘛替乌克兰的国旗上台，感谢各界的支持。而设计师嘛讲哦，因为乌克兰定定停电，因着爱家己来准备发电机，所以是伫真困难的环境做出作品。马道前各种设计新兴的服装伫台顶走秀，2023伦敦时装周已经第1日结束。今年时装周拄是俄乌战争满1年的时阵，有3个来自乌克兰的服装设计师参加今年的时装周，还佫伫走秀结束了后登台感谢各界支持。
nowadays it's very important for us and for our brands because it's helped us to running our business because all our employees right now are in Ukraine. Our production is in Ukraine, so it's helped us continue to work and to save our business and in this way support Ukraine. 设计师举乌克兰国旗，希望大家应继续支持乌克兰。设计师波罗洛夫指出，伊灵感来自乌克兰歌曲，设计系列粉色、红色甲乌色连身裙，各用新型的剪裁。另外，设计师史奈德今年设计走倒接风格，用内裤带倒成西装外套，因为乌克兰查甫人即马无需要内裤带。各用生甲死的脆弱灵感，设计出融合蝴蝶的服装甲配件。伊表示，过去一年战争，互大家工作时阵拢真紧张。When we were working on this collection, there were constant blackouts, so we need to buy a huge generator and control the timing of using electricity. The fashion industry is on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our platforms is really important. 对伦敦的支持，乌克兰时装周发声明表示，创作是设计师对这场战争的抵抗，也是所有乌克兰人勇气的展现。所以，这些设计师也可以在柏林甲哥本哈根展示因的创作。公司新闻陈慧仁编译。今仔公布大学学测的成绩，今年计共是有118000外的考生。因为去年数学 A 题目真困难，所以去年满积分的人数是有史以来上少哦。今年就较正常咯，满积分的人数有1312个人，比去年增加600个人哦。有补习班老师是讲哦，台大也是清大，至少要爱52积分才有机会。有11.8万考生参与的大学学测，23正式公布成绩。大学中心点出各科成绩标准，其中英文甲自然的5标较关键。去年防讲困难度较悬的数学 A， 今年顶标是11。那数学 B 顶标比数学 A 有较悬1级分。国文、英文、自然顶标都是13，数 A 呢5标顶前均后底。都比去年高1级分。数 B 的这一个部分顶标跟前标还有均标是降1级分。在各科的满积分人数中，去年数 A 只有789人满积分，今年1312人，明显增加。也毋过数 B 甲自然的满积分人数，煞比去年降真侪，会当讲只有一半。在混合题的部分，就是完全是数 B。有的范围对修数 B 的人比较友善。去年大家说自然太简单，所以我们今年在难度上面有做了一些调整。我们也是会利用3到5年的时间，把素养的这一个评量层次逐渐的去做调整。另外，选考科目的组合对比2年来看，6科考好考满的比例大提升。那选5科。各同时保留数 A、数 B 的科生也有增加。自然科、社会科的5标也是下降的，那数 B 的也是下降，在数 A 是提升的。社会组同学在看就是通过的门槛的时候，跟去年相比，略会下降1到2级分，或甚至有更多的可能性。那自然组同学如果在看你的校系有看到数学 A 跟自然的话呢，那你的通过分数几乎是持平的状态。成绩公布了后，学生会当开始选志愿，准备3月14开放报名的番签，甲3月23的申请入学，到5月搁迎接第2阶段的登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基隆到台北南港的9026客运的路线，新的业者经营过外月，真侪民众是真怨叹哦。昨昏基隆市长谢国良嘛实际去了解，现场排队是排甲热长，也毋过民众嘛无法度上车。谢国良今仔就表示讲，若是客运公司拢无法度改善，会考虑用紧急避难的方式做游览车，载市民往回基隆。基隆9026客运的路线，主要往回基隆大埔轮到台北南港，逐工拢有袂少基隆通勤的民众来坐车。不过新的业者接手1个月以来，通勤的民众大概是袂甲。基隆市长谢国良22透早亲身去9026的车牌了解民众上班坐车的情形。多民众怨叹讲，已经等1点钟啊，也无法度上车。
上班到底要袂赴啊？15个车子在营运以前，大都会跟首都客运的21个车子在营运的路线，所以一定会有所不足。既然以前会需要到21个车辆在运乘客，就代表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乘客数量的需求。面对通勤尖峰的时间，通勤的民众为着要坐车，排队是排到落长，这嘛真做基隆市议员关注的焦点。针对这点，基隆市长陈国良表示，无排除会以紧急避难的方式，坐游览车载民众回去。如果真正民众都上不了车，我们也会考虑用游览车载我们自己的市民朋友回家。我们认为这是属于紧急避难的一个事由。陈国良强调讲，23会邀请客运业者来讨论处理的方式，若也无具体解决的方案，市府嘛会主动介入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的石门水库停车场是委外经营，最近改做用车牌辨识方式来出入，也毋过园区的游艇业者就指出讲，因为换系统真侪民众袂晓操作，嘛造成出口塞车，佮加上停车位嘛无啥够，所以建议市政府甲相关的单位应该爱检讨改善。疫情解封，石门水库游客有转来，水库游湖生理大约回升7成。今年春节正月初一，石门水库一天涌入超过5000车左右客。水库园区自早到暗一直塞，民众也反映，自从政府改车牌辨识系统了后，假日定塞车。过年那时候都排到我们家门口啊。对。你们家距离这里大概多远啊？2-3公里。2-3公里。塞这么远哦？对。以前没有碰过这样的塞车状况，对不对？没有，从来没有。以前不会，以前人工收费，他一入园就收了嘛，对不对？车牌辨识反而比较容易塞车。对啊。根据游艇业者观察，收费政策改变了后，民众开车要出园袂记得缴费，也是系统无顺，都会卡伫出口，造成后壁车辆无法度出去。也讲到园区停车位严重不足，立体停车场3楼29个停车位改做观景台，近年来会当讲拢无游客使用。首先，我觉得第一个要解决车位的问题，第二个是饮食的问题。我们整个园区客人进来是找不到吃的，找不到喝的。讨论石门水库入园智慧化系统，讨论营运厂商后续执行方式、费率及优惠措施，相关执行细节也会考量周边交通影响。管路局表示，疫情转好了后，石门水库观光继续恢复，礼拜连假就要到啊。为着避免正月初一塞车问题搁发生，已经会同相关单位研商石门水库较铁路大改善方案，也会就石门水库一直游艇部分，甲当地业者讨论，搁导入活动甲行销宣传。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透早3点，高雄主管区登宝路一间透天厝熊熊烧起来，现场拢是烟。厝主敲互消防队消防队人员嘛伫电话中教因安怎逃生。加在一家伙仔4个人拢平安。黑暗中冲出来的白烟，互附近的居民看了非常的惊惊。加在消防队到啊。有呛伤啊，呛伤就去医院，迄个不要紧啊。有呛伤啊吼，啊几个啊？你说都两个囝，我伊某较严重。搁咧写杂物风气室外，避免增加厝内温度。另外一边则是有消防人员扛楼梯要抢时间来救人。他们就逃生，妈妈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她受困在3楼。起发点是这栋伫高雄市主管区登宝路的透天厝，半暝3点，女厝主发现厝内有鬼，赶紧敲互119。消防队出动救援之外，消防局的亲子中心嘛伫线上指导民众逃生。先将阳台的门缝用东西塞着，阻隔浓烟，然后在阳台安全待救。对话当中，亲子人员问到女厝主人伫个后阳台，提醒伊用面巾甲门旁挡掉的，较袂淹走出来，嘛爱安全伫个现场等待救援。中市消防局表示，厝内有一家4口。厝主甲后生查某囝闪去厝边的顶楼，一度像女厝主困伫3楼。亲子中心一直回报电话安阿姨，而且甲伊讲免咱家己自救，无偌久就顺利互伊救出来。规口罩性命拢保掉的，嘛预防性就医送去病院，但是这个起火原因，搁要由火调人员来厘清。记者王刘婷丹很困cường报道。来看关庙往来一般4月份会大出，也毋过今年因为天气较寒，有一寡往来较早熟。
嘛因为早暗的温度是差真济哦，造成袂少往来避开。台南市政府的农业局甲农会就找加工厂来收接避开的往来去加工，望讲会当减少损失。台南关庙规片往来田开始当日大出，不过今年受到气候影响，这冷气团一阵一阵来，有农民发现讲3成以上采收的往来拢开始避开。无落雨啊，无落雨，这往来较袂大好比的。早晚温差的太大了，所以会造成那果实啊会有裂果的状况啊。他预计是3天50公吨。往来避开情形真严重，台南农业局启动往来采购加工计划。22日已经收购玉4557公斤啊，另外农业局也为因应那个凤梨的一个产销调节措施，早在2月13日已经启动凤梨的采购加工计划。急迫的方式是必须由加工厂进场，所以在昨天、今天、明天，农业局都媒合加工厂来协调我们的关庙农会来收这些果粒的凤梨。关庙农会表示，头一批按算要采购50吨，补助加工厂加工处理费1公斤3块，供应单位集运费1公斤2块。关庙农会唔但有加工厂进驻，农民也赶紧甲笔果送来。农改会也建议农民就爱甲往来落落啊，避免这往来受到陷害。你讲是有包啦，有防晒嘛是的，应该是天气大部分啦。你算讲这卖丢掉啦，无这1公斤6块这。农民是这阵收工钱尔啦。收笔果对于农民来讲是加减补贴。台南整往来面积大概有1700公顷，关庙的金泉往来受到市场肯定，提早启动收笔果机制，除了补贴农民一寡成本以外，也避免二级的笔果流入去市面，怕歹到市场计销。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北部的两合拍卖哦，农委会统计讲，目前咱国内鸡卵一天的产量是112000箱，也毋过比顶礼拜又搁减少1000箱，欠卵问题引起真侪批评。农委会主席陈吉仲下晡3点嘛开记者会，说明未来应用的办法。那么做伙来听看卖。所以我底下针对这268亿的这个使用的方向来跟各位报告3亿，我们就只有一个目标。只要是在农村、在渔村，我们都希望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吃得饱，所以我们预计呢会有共食共餐120亿里面，那有好几个重大的一个部分，如果要稳定的供应全国粮食所需要的，那里面除了农地有以外，那我们当然要农民赚钱，更重要的是要有水资源，而水资源里面在全台湾70-80万公顷里面。仍然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水资源的这个效率要再提升，相关的建设要再全部的去投入，这个是主要的这一个相关的经费，预计投入33亿，这是3年的计划的经费。那33亿里面，以整个禽舍来讲，还有整个禽舍的排泄物，我们预计应该会有超过18亿的预算投入。所以在这里，我待会会特别呼吁所有的我们。家禽舍的农民，那为了因应极端的气候、因应禽流感的影响，那禽舍的改善刻不容缓。咱再来看山难的事件，或真侪爱爬山的人失去性命哦。咱来看台东有一个农民，伊今仔就关乎台东县消防局一台，会当驶入去高山山路的运输车，互救援人员未来会当愈紧赶去救灾。2日发生伫个连关湾岭的一个山难，一个姓林的山友滑落边坡死亡。花莲县消防局甲空勤总队23顺利甲遗体载落山。根据花莲县消防局的统计，今年1月甲2月山难的事件已经有10件。台东县消防局统计这2个月山难的数量嘛有9件，已经要超过去年15件发生的频率。地面甲空中的救援人员是无用试试。台东县消防局观察，即马山岳事故发生的类型已经毋是单纯是山难尔，还佫会合并溪坎的问题，需要增加装备来救人。目前国内很多人在玩溯溪跟溪降，这样的新的登山形态，在我们以往比较少遇到。救援人员除了装备，还佫需要运输的工具。台东县的消防人员目前是较欠缺伫咧山区的交通工具，有一个老农民伫咧30多年前捌拄到山难。去互救援人员救落山，保住性命。23关一台改装的有副起落功能的4轮传动车，互台东县消防局希望会当甲救援人员载去较深山的所在，会当省时间甲体力，通好去救人。
若去山顶啦，要救人也好，要再器材嘛好，都方便。狭小林道，还有一些比较平坦的溪谷，可以去做一个适文传动攻击的部分。台东县政府表示，目前已经有咧买3人救援的装备，不过也是希望中央会让支援人员的训练、甲装备维护、采购等等的经费，让3人救援的任务会当更较有效率，更较紧救到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的北港移民庙，已经有200档的历史了，是云林县的县定古迹。最近庙里有5种的文物，互县政府登录做一般古物。另外今年北港灯会指定就设伫移民庙口，会一直等到3月12日。庙方嘛表示讲，因未来会设一个电视厅卖出册，互大家嘛来了解移民文化。总监的庙示就雕的通影布，这是云林北港的移民庙。北港移民庙是因为清朝时发生控管民变事件，包括林松文事件甲地条村事件。这阵义士为着要保卫国土，牺牲家己的性命。北港为着要纪念这个义士，就起一间移民庙，到搭拜超过200年，嘛是云林县内重要的县定古迹。北港移民庙来讲，是在西元1788年，在乾隆53年的时阵为国牺牲的。伊的神主牌交伊的骨骸，拢会埋葬伫遮。这后壁这是108位的，边仔这2墓是咱迄个大头村事变的骨骸，就是伫这遮。毋那移民庙是县定古迹，内底收藏的5件文物，包含青花灰啊、漳州窑、移民牙公的牌位等等，拢是云林县政府认定的古物。每一件拢有历史故事甲文化意义。县府表示，未来暗算设一间电视厅，出版专册，记录移民的精神。青花瓷这是漳州窑交这个大头村事件的30来位的神主牌搁内面咱是一尊移民牙公的神尊。以后咱移民庙会去起一间展示厅，要展示给大家看。庙方表示，今年的北港花灯注定就设伫咧移民庙门口，等到3月12日，鼓励民众来北港时，会当去移民庙做伙赏花灯、看文物，感受北港的人文甲历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英国最近有一项大规模的研究，研究讲1礼拜休困3天的效果，结果发现讲员工的身体会较健康，公司营收嘛颠倒增加哦。有9成参加这个研究计划的公司嘛拢表示讲，因会来继续进行这项实验。对比起来，到倒病才到安静时节，人类伫疫情前后对工课的心态出现真大的转变。英国有非营利组织和剑桥大学和美国的研究单位合作，去年6月到12月是做全球上大规模的1礼拜休3天的实验，拢总有超过60间英国的企业要3000个员工参加试验，薪水无减，但是1礼拜只需要做工课4天，结果安怎呢？Our turnover stayed, it was actually 102%, so despite the fact we were working reduced hours, and it is reduced hours, it's not more hours in fewer days, we actually managed to increase our turnover, our sickness levels, the absenteeism over that period dropped by 66%. 另外，员工整体的健康嘛有明显的改善，感受压力和感觉疲劳的状况减少困眠嘛变好。9成外的公司拢讲会继续用这个政策。Because the thing we were most concerned about was this idea that would people become more tired and more stressed because they were trying to compress their hours, and that's not been the case. 兰卡斯特嘛讲，当然公司嘛有做一寡系统顶悬的 update 和准备，来帮助增加员工做工课的效率。上主要的就是和客户之间的沟通。公司伫咧实施1礼拜休3天进前，拢有先和客户讲，后壁客户对因的表现嘛是同款满意，合作嘛无出现啥物无爽快。有学者认为讲，关于1礼拜休3天的企业，更较会当成人来遮找头路。Very soon, the organisations that are advertising jobs as old 5-day-a-week jobs just aren't going to get the best talent applying. So once we get to that tipping point, it's not a question of whether companies want to be in this new movement. It's a question if they're not in this movement, they're just not going to get the employees they need. 专家建议讲，为着因应1礼拜休3天，每一间公司拢有无同的应对的办法。若袂当全部的员工拢休拜5，会当用轮班的方式。某公司是采取每礼拜上班5天，但是减少逐天的工时到6点钟尔，维持员工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就是未来的趋势。公司新闻周如平编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